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對自己好有信心，覺得做好多嘅事情都有十足嘅把握，可以完成得到同埋成功得到。呢份嘅信念同埋堅定，令到你更加去投入唔同嘅關係，同埋喺愛自己呢件事情上面啊。水晶卡嘅骨子水晶話：全然投入。佢承諾自己100%投入喺每一個人生選擇當中，就好似你依家做緊嘅一樣，將你呢份自信繼續放大同埋堅持落去，更加熱愛你嘅生命啊！水晶卡嘅藍同礦話：洞察願景，安靜落嚟去聆聽自己真正嘅需求同埋願景。有自信的確係一件好嘅事情。不過有時都要記得停落嚟去聽下自己內心嘅聲音，確認一下呢一個方向仲係唔係自己想走嘅一個未來。加強對自己內心嘅連結，就可以堅固呢一份對自己嘅信任，喺未來任何事情都繼續無堅不摧、無往而不利㗎喇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